前台北市长郭文德因为向建华社案甲政治现金案，互人羁押禁见。顶日伊申请解除禁见，要甲家属讨论爸爸办丧的代志。彰北院开调查庭裁定，为今仔日开始到3月初10解除禁见，会当基于母亲、妹妹、弟弟甲太太4个人。 妈妈有没有想要对儿子说什么呢？一个落车就流目屎，郭文德因老母何水英甲因牵手陈培基日前去台北地方法院，希望含入建华城甲政治现金案的前台北市长郭文德有机会会当解除禁见，甲家属讨论因老爸的后事。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嘛有去旁听。一开始羁押禁见的这个裁定，本来就欠缺正当性，请容我再说明一次。说柯文哲会逃亡，那真的是脑袋有洞。 台北地方法院开庭调查，陈培基讲到因大官过身了后，除了告白色，还有真侪代志要处理。伊主张希望解禁到4月初2，不过检察官主张讲，考虑适法性甲公平性，建议解禁到3月初10告白色结束。过程当中，郭文德不满，甲检方讲随在人，经过要3点钟的庭审，台北地方法院裁定，确定郭文德有条件解禁，为2月27开始到3月初10。 郭文德会当甲因老母、牵手、小弟、小妹这4个人见面。我个人对于检察官这种坚持，我是极度的不谅解。我的公公94岁失事，难道一个人的一个生命，所有的都到告别式完，就全部都结束了吗？最终我还是要谢谢法官，因为他说，如果检察官不断的抗告，我们连 告别式的流程都可能会有问题。那最后，我的先生也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问心无愧，我们不用求人。”郭文德因老母何水英要上车进前，嘛向支持者摇手致意。因为陈培基强调讲，感谢法官斟酌考虑甲谅解。不过对检察官坚持解除禁见，干那到3月初10，伊认为这是无合理的判断。 后续郭文德当时会向台北看守所申请登去拜因老爸，嘛引起大家关注。记者综合报道。